支持梦想，对土地友善，提升附加价值，为食品把关。按多位想法，如干入到一球食本地度。喺台三线巷有2公婆，旧年大体通过后，如归路客人对花莲港府晒起新竹峨眉。老公育虫嘅，喺农村推广生活方式，家嘅如囤菜地嘅农特产拿来做高级嘅食品。原料如係越南富土嘅农民用生活方式嘅耕種方式所生產嘅有機也算無土嘅農產，按嚟消費者如是的使大家安心。而且还是有蚱蜢，对啊，这小绿叶蝉咬的。蚜虫危害。哦，卷叶蛾，卷叶。也因人以5两的来到茶园的5只茶，沙地茶树的叶被风渐变来变去，可能有虫的毛。哦，看到虫嘞，有虫哈。对。皮在叶、见叶的卵，毛半只虫的做得严绳过紧的那么足。它这是爬行过的痕迹。对，爬行过的痕迹，它现在已经潜在它的叶脉里面，就是叶片里边，这个都是。出来的那个小虫都很小很小。对，它会。某一个地方来到咁咩嘢，嘛係也看幾看，可能那有蟲嘅。你家講你不傷清氣，安尼袂使。因行因看規路嘅行弄，嫌主人家嘅咁咩樹，見到鐵工嘅，錯產咧鐵槍嘅。其實做一個整個生態而言，害蟲沒有東西吃就會上樹，來危害你的果子。這一棵的營養不良。一開在講嘅攏係蟲嘅土地嘅2公婆。其實係買病的，不過農民對也量嘅嫌東嫌西嘅人客，實一時都唔鬧，很清淡化嘅經驗頭。我們也算是小農的身份，然後又要自己去負責行銷，其實當中有很多的地方，都一關一關的要去克服的。啊，這個部分那個陳姐他們給我們很多的一些 idea。But usually you make it yourself. 林淑儀行過處理機，本來係睇花蓮嘅功夫賣手工嘅冰淇淋。舊年大體通過後，台灣係離行觀光嘅紅色經濟區，人客變少嘅，看唔得一年都冇收入。直到今年搬離開東埔，來到嘅新竹峨眉落腳。當初9月1之前賣得還不錯，那後來外來觀光客就減少，然後我們就選擇到新竹來，那就從新竹落腳。所以你們當初的客源都是外國人比較多，外國觀光客。在花蓮的時候是外國觀光客居多。32年前，林淑儀為到向外推廣生活方式，故所佢用蟲嘅來幫農作物嘅方式同農民合作，唔是前呢教農民只得用蟲嘅食蟲嘅方式來做到耕種冇用按到農藥嘅目的。在生物方式來講的話，其實起初農民是陌生的，那我們必須一一的去做一些現場指導，或者是現場的實驗。那農作產出，那我們當然就是說產跟銷要一致化，那要想辦法。愛生產嘛愛曉得賣，無講嘅很簡單。學地嘅董事林太嫂係睇功夫同從研發部門做事，將水果變做為冰淇淋，將本危機變做為轉機。台灣的水果這麼棒，那有沒有可能用它來入到冰淇淋裡面去？所以我們把拿回來的水果之類茶啦、花啦，都把它拿來試試，哎，覺得效果其實很棒的。它皮咬到了就不會。我嘴巴都麻了，不要找我嘴巴都麻。雖然講係味道愛消化太多嘅物質。不過一開始，竟然就將冰淇淋嘅甜味、甜體、高品質、高價值。故所對人仲係可以用手面嘅處理機，對原料非常嘅講究，講究唔得。種嘅方式愛無土嘅，最好係有機嘅、特殊嘅，嘛做唔得。不行，因為所有的果，它只要脫離了這個枝幹，那它的自溶酶就會打開。所以自溶酶打開以後，它就開始會有一點點發酵的味道。那我們如果是像做醋啦或冰淇淋，把它用上以後，就是整鍋醋都會有那個霉味。
盖的程度就是要像对，那好，我们下次就会把它熬成这样子。对。就连初衷完全模土、用成安心纯手工做出来的手工瓷，佢嘛有意见，就做得看得出佢有营养设备。浓稠度就有关系，那因为它是做醋的，它 OK。可是我是做冰淇淋的，冰淇淋来讲，它的温度更低一些，所以在这么就是比较稀的状态的话，它就整个就和在一起了。我们是在进行那个不同领域的结合，我们提供的原料要怎么在他们的冰淇淋里面怎么去发挥最好的效果，这部分是我们不了解的。可是我是糖婆我也颇有知名度跟这个没有关系。我按坚持吃年就有这个脱离。冰淇淋是延长，比如说水果啦、茶啦，或一些其他的作物的延长它的生命。除了提升它的价值以外，其实我们最想让消费者吃到一个很真实、很简单、很健康、很美味的冰淇淋。讲简单，其实一些都唔简单。店的地度各种口味的冰淇淋，总可能係台灣菜地出產的，其個係新竹尖石出產的。蜜香紅茶係南投五次來的，樂神係台東菜地的，除咗物料條托，還愛選東時期菜地的。四地四種的作物是分配在北中南東各地區，然後它還有海拔高低的作物，是適合它作物成長最有能量的一個發育狀態，它所提供給人力最好的一個營養能量的時候。峨眉種不出芒果來，所以不可能。對，那我們會選擇當地的最優的，就是每一個地區四面八方最優的產物。一碟冰淇淋又做得有一道的想法咯，支持友善土地的夢想，提升農產的價值，確定食品的安全。林素怡韓國成立機用功後，用冰淇淋來推廣員工化，推上線都係甜甜的好滋味，客家種沒就有嘅完整的生態環境。